已经过了54个年头了。那今年呢，我是觉得是好像今年好像比较短，是特别的快，一下子就过去了。那感谢主，这来到壮年班呢，让我们感觉是一方面是让我们觉得爱，那一方面也觉得让我们很怕。对，那爱的这一面呢，就我们每天呢有这个琴声呢，有我们的合唱的声音，有天籁的声音伴着我们。还有从你们的脸上流出的笑容，看见他遥远的地方看到，要毕业了，我经不知前途有多远，我讲这个语气永远不在。阿妹，那盼到这一面呢，实在我们想到每天回去，你的功课这么多了，常常写到他青年了，所以这个是我们怕的一方面。感谢主啊！但是在这边呢，神之还是要去做我们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得救以后，这个圣灵印记就印在我们的里面了。这个印记要一直印入到我们的里面，直到我们得赎的日子。因为那培植我们的就是这位神。刚刚前面弟兄都讲到过了，培植我们的开始。我们这边有承担的弟兄啊，这个我们弟兄啊，还有这个东山的弟兄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祭司。系啦，来培植我们，所以今年我觉得时间这是非常之快的，但是我们所受益的是无穷尽的。虽然我们要毕业了，但感谢主了，真的实在是我们不知道前途在哪里。那一方面要分享就是神的制作。来站在壮年班一开始，我总是觉得是很舍得怜悯的带我到壮年班，但是到后来我才觉得是我是凭着天呐。参加这样一个受训因为我从30岁就出来这个创业直到今天，我个人的这个天然的体质是非常强的。是。但是我来到这个壮年班上学期是非常顺利的，但是这个下学期我真的是没有心在这里。因为也是2年前这是一直在处理这个天然的观念为了帮助一个弟兄他创业在上海投资了几千万在那边放在那里。我们就是成立了一个这个网络做多媒体的这个英语教学。我们这个平台是设在这个大学城，这个大学城我们最主要的目标呢，我们就是为了福音当做平台。但是没想到呢，我在这个专业班呢，因为时间呢是为了来训练就在处理这个天然的爱就帮了这个弟兄。结果就在今年中，因为我们没办法去了，我就叫我儿子带去了，就在今年就把我拆毁掉了。这个弟兄就把全部所有都霸占掉了，所以这个天然这一面就在我觉得，我们的天然这一面的神就是要把你拆毁掉。那今天神就是要把你扶持到我们，感谢主，在这边就是我们有这个3一神都能维持的我们，目的就是我们得到直到那个得赎的日子，达到成熟，因此达到得胜。